入去考試。全部揞住雙眼，擰轉身，開始考試。光頭仔第一個。我跑啊！中國歷史考試第一題，明太祖係邊個 ？A. 朱元璋 B. 豬油膏 C. 朱茵。朱茵。錯，係朱元璋嘅朱由濂。第二題，五胡亂華係邊湖？以下有一個答案係錯嘅，要你揀出嚟啊！匈奴、鮮卑、羯、姜、氐同埋香港。姜。你啊真係夠姜啊！答啊！第三題，乾隆嘅雍正係邊個 ？A. 老豆 B. 仔 C. 大姨媽。我記得㗎，你等一陣，我記得㗎，我嗰度有聽書㗎。諗清楚你威翻字俾大家睇下。係 B， 乾隆係雍正個仔。耶！入波，嗰度使快啊，叻仔啊，好，得錫晒啊！我以後都會俾心機讀書嘅。